世界万航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仔日节目，我是赵博明阿土啊，观众朋友，咱即马 Omicron 重症率0.23%，啊那咱的爸母的重症率会使讲是100%，免讲别人。阿土啊，自细汉爸母教我讲华语，因家己对话讲台语。阿土啊的爸母话，甲阮老爸老母的爸母话煞无交文。大汉来经过觉醒，硬练台语，即马讲觉醒牌的台语。比阿土啊搁较少年的世代，爸母话会使讲搁较拍远去。这通人知是中国国民党独裁统治时期不义语言政策的效果，嘛是咱语言环境足上重的现状。咱想要甲爸母话讲倒转来，执政党嘛有要义这层代，国家语言发展法立法了后，行政院即马宣布5档300亿推动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随望资源下落去。咱有缘想要来问安怎做，会互咱的本土语言发展对会着即马上强势的华语，嘛个政府详时在推测双语政策，这都互咱戆影。讲会晓英语较有竞争力，啊那其他语言呢，都在烦恼国家语言彼此无平等啊，搁摕英语来显然讲伊效益较悬，其他的语言咱要成做一个要义公义，阁有出头的国家，实在是足无用。咱今仔日就来开讲语言的问题。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语文作家郑顺聪先生。大家好，我顺聪。邀请祝英台三声道彭美芳阿华西。各位台湾人，大家好，大家晚安，我阿华。邀请线顶邦桥高中历史科黄慧晶老师。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场的来宾，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咱讲到咱的台语伫戒严时期，迄个时阵独尊华语本土语言叫做方言，啊，拄好显然迄个核心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国国民党的国语过来，咱看到本土意识开始在唱悬，本土作家王拓捌讲伫台湾这个所在徛起要义台湾，这是现实啦。经过戒严前后方言变做母语。乡土语言、本土语言，咱即马有立法，有一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安怎规范国家语言呢？国家语言意思是啥？伊讲是台湾固有族群所使用的自然语。自然语的意思，就是讲咱在讲的语言啦，电脑迄款语言无算在内有台语、客语、原住民语。闽东语甲台湾的手语这拢要列做教育部的部定课程即马咱看到行政院宣布5档300亿的资源，要结合学校、家庭、社会。行政院苏院长讲，要起造一个人想要讲母语。会晓讲、搁敢讲的这个环境要互语言来进入咱的生活。当这时嘛，要互语言对会着时代的发展。咱台湾新眼界想要用台语来讲世界万航台，就是这个意思咱即马看到本土语言要伫国中、高中正做必修的课程总是全国高级中等学校教育产业工会。伊表示讲，要上这个本土语言的课程需要济师资啦。你一个时一时啊找无到遐济的老师即马教育部的做法是，互即马就已经伫教学现场的老师去修一个第2个专长来解决找无老师的问题。这个问题咱今日要来探讨大生顺聪老师，你捌经过台语互人打压的时期，迄个时阵你家己有啥物款的经验？迄个时阵就是真简单嘛，你学校的唱位内底都要说字正腔圆的国语。是。你外口，因为我伫家己嘛，基本上你唱位外口，除了电视以外，差不多大家拢是讲台语。你讲华语啊，这是大人也是算，甚至阮工人来讲，你讲这创啥？所以就是我迄个时代啦，收起来嘛足久啊呢，30-40当前啊。迄个时阵算够有发钱啊，就是你唱位内底、学校内底讲台语，也是讲其他的，讲方言啊会去罚钱，甚至是要禁止的。厝内是讲台语。对啊，迄是讲台语，我迄主要是讲台语嘛。迄时阵罚钱也是去用钉嘛，去用罚嘛。毋过迄时阵无，我迄时无挂9摆啊啦。我1976年
已经也无搁交牌，毋过就是因为迄个政策甲规个气氛拢来啊，所以就是你迄个时阵就是大家拢入去了，就知影讲爱讲华语。啊，你伫厝内拢讲台语，去伫学校真敢会真容易就讲绕口去。有啦，去拢嘛有，莫去用听到就好啊。哦，这真正常，毋过基本上迄就是顶头政策吧，啊下骹的人就照安尼做啊。啊，毋过实际上是阮咧家己庄脚，基本上就是大家拢是讲台语啊。哦，嘿啊，啊那是安怎安尼？老师就拢无讲话，回伫你照安尼做就对啊。是是。啊，迄时代要互你知影讲代志安尼做，毋过无爱互你知影是啥物云端啦。哦。嘿。啊，咱算是共缘的吼，咱就是啊细汉的时阵是欠栽培啦。不过最后是啥物云端地书，你开始要以台语文的创作。这有时阵你无这个物件，你较知影保守啊。比如讲，我即摆搁住伫家己庄脚，我袂来做这个代志啊，因为四界拢有啊，念语嘛足够讲的。啊，毋过是我来台北就是算读册，啊，搁有娶某生囝了，啊，囡仔出世了是讲，囡仔要讲啥物语言？啊，阮太太迄边，甲阮这边拢是讲台语啊，啊，自然就是互囡仔讲这个语言。啊，毋过就是发现讲，我伫台北这个所在偌久啊，这个语言生疏啊，啊，就无啥会晓讲啊。啊，这时阵讲对吼，要互囡仔搁互讲，像我共款细汉迄个环境，我就要做这个环境出来。啊，发现讲当时有的语言袂晓讲啊，台北无这个环境，所以一个，吼，我甲囡仔互你带财啦，互你开一条路。囡仔袂晓讲啊，囡仔要互伊讲台语，我嘛来。过来甲台语讲倒转来，啊，发现讲有台语文有文字这方面，啊，一条路安尼行出来，所以今仔开坐伫遮。你是算讲是家己开始去找资源去学的？对啊，迄差不多10当前，包含台语的教材各种的资源，讲事实是还是足少的啦。是。啊，你一个吼，找朋友，啊，网络熟悉朋友，找资源，啊，一个到10当，这10当的环境。变化是会够大的，真正有够大的。即马我囡仔这新出世，我就免家己写，我就免家己写一寡囡仔的教材，是一寡安怎探讨这台语安怎来变变。即马愈来愈侪物件是安是变变。是。哦，啊，华西你的经验是安怎咧？我的经验，你讲读册的时阵，对。我读册的时阵也无本土语言这科，毋过嘛已经无因为讲台语互发着钱这件代志，因为伫学校已经无，伫阮学校已经无人咧讲台语啊。我今年36岁，到国小的时阵，我也阁有印象讲一两个仔同学，我捌听过因讲台语，毋过到国中了后，就拢无啊。那你即摆若问我讲，你摕阮迄个毕业的纪念册互我看，一个甲我比讲，这个人敢会晓讲台语，迄个人敢会晓讲台语，我完全想袂起来，因为我毋捌听过国中的时期有任何人伫学校讲台语，一个都无。哦，迄已经无需要发钱啊，阮已经毋是迄个时代啊。是。啊，迄个时阵无咧讲台语啊，即马台语讲啊遮练转，是有啥物机缘，互你开始即个三声道咧？这讲起来话头长啦，这大家去看我较早的影片来底拢有解说，就是19年的时阵，伫淡水幼稚园，我讲台语，互囡仔当做香港人，啊，这应该真侪人捌听过这个故事。啊，续来，迄是18年的代志，18年伫淡水的幼稚园讲台语，互囡仔当做香港人。啊，19年我就决定讲，我即世人无要搁讲北京话啊，安尼。啊是自迄阵开始安尼硬练的，是，嘛是一种角性就对。差不多即个意思啦，差不多即个意思。是，好，咱知影，即马已经国家语言发展法有立法咯，行政院阁要下资源落去，咱大声来看这个报道。任何人的母语都是最美的语言，都不应该被排斥、被打压，这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引用行政院长苏贞昌的话，表达政府对母语的重视。为着促进国家语言传承、复兴甲发展，文化部12日咧行政院会报告推动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得到行政院的支持，宣布预计用5年的时间投入300亿复兴国家语言。政府下定决心，希望集跨部会的资源与力量，振衰起弊，让国家语言能够永续发展。预计5年投入300多亿元，由家庭、学校、社会3方面，从静态、动态2大方向来努力。台湾属于多元语言的社会，文化部表示，目前除了台湾华语、台湾台语、马祖语、台湾客语，还有台湾原住民族语等等，拢面临无共程度的传承危机，甲世代断层。
文化部会整合各部会需求，推动语言复兴，包含启动大规模访问时代甲专业人士来保留语料。恭喜了同好。也有亲像本土语演说竞赛，还有母语家庭表扬等活动，未来嘛加强办理。以演说唱的部分来呈现不同的南腔北调，同时透过竞争跟公开表扬的方式来增添荣誉感。所以今天这个方案等于说是整合过去所做的，以及更明确的政府的分工，然后再增加所有的资源，对所有的语言哈，包括闽东语、包括手语哈，就国家语言发展法里面所定的国家语言，那么来进行哈，那么来附赠的工作。根据文化部的规划，方案预计5年投入300亿，今年的经费计共有34亿，会由各部会本预算做伙支出。民国112年到115年，会当年争取编列经费大约70亿，汇集文化部、关民会、客委会、教育部等部会全力推动，在咧环境当中落实母语生活。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即马较有路来看行政院这个政策吼，分两个部分是较动态、较静态的。咱先来看这个动态的部分吼，就是要用这个活动吼，去互这个社会较接来讲台语，嘛互大家吼进入嘛台语进入大家的生活吼，用啥物法度？头一个是办活动啦，就是讲演剧啦，也是讲本土语言的这个活动吼，过来推广。母语的家庭，也是母语的社区吼。过来是一个友善环境，友善环境就是影视啦、传播产业来推广这个台语吼甲本土语言。咱的公司台语台即马录影的这个所在，就是这个算讲嘛是符合这个政策。嘛过来嘛讲要推广这个国际交流吼，甲外国学生吼用本土语言来演说吼，也是讲办研讨会，这嘛会得到补助。过来是语言的教学，这个语言的教学是一个师资的问题，嘛要用这个本土语言浸水式的这款的教学，咱台湾师范大学有这个老师，若是用本土语言、全本土语言来教册，伊的重点会较悬这个办法咯。过来就是补助的资源吼，透过学习的科技来互这个本土语言的伫教学的现场吼，使用较频繁。咱即摆请到线顶黄老师吼，你伫教育的现场敢有感觉到本土语言的资源进入学校的效果咧？有嘿，我感觉讲第一吼，我先讲清楚吼，就是即摆咱做教育吼，无钱是无一定袂使的，毋过。敢若有钱嘛，无一定会使吼，所以你即马国家有资源之外，一定会看到效果的。比如讲，差不多这10几年来开始有台语的演讲比赛，这演讲比赛你若得奖，你就会当升学考试吼，拢会当有一块奖励。所以即马就有囡仔愿意要去学这语言吼，所以即马比如讲介绍人伫讲。这是父母的语言是安那伫学校教，其实讲实在，这是咱即马咱即个咱即个土地悲哀吼。拄则我听2位来宾咧讲吼，其实我比2位来宾佮甲主持人拢佮较大汉吼，年岁佮较济。我是真正经过讲台语，伫学校讲台语会方法会方挂高白的时代。像我本身我是邦桥人，邦桥大汉的，阮邦桥拄啊好一半外省的，一半本省的。我拄啊好住伫叫做眷村的边啊，所以我自细汉我毋知影讲语言无共款的。我出来入来厝的，教老爸老母阿嬷阿公讲台语，出去外口街仔路含社区的朋友囡仔伴讲国语，我足自然的。我毋捌学过叫做注音符号。我国语国家会和外省人共款，因为迄就是生活的环境。我一当时才开始感觉讲台语是袂使咧，是我去台北市读高中、读大学，我才发现讲哇，同学甲学校的老师甲我讲，迄讲台语是无，是较歹的，是无水准的。所以我这代的人对高中、大学开始学条讲台语无水准，所以我会晓讲，嘛爱假做袂晓讲，所以我就
我开始学我的专业的时阵，我甲我的爸母的语言甲放袂去。啊，毋过我即马也是，我一直到即马也是共款。你厝内的人拢讲台语，我妈妈甲我讲台语，啊，我用国语甲回。所以我已经我足够听台语的，啊，毋过若要讲，我着爱有一段时间。比如讲，即仔咱节目刚开始我就讲较调调。但是你差不多互我半点钟、1点钟，我就会像讲和阮妈妈讲话共款做练档的。所以讲实在，这是过去咱两代人的无正常。所以即马咱才反倒转来用即个方法，甲咱的母语、咱爸母的语言，放伫学校内面用必修用一定爱修的方法强迫有创造一个环境，互咱的囡仔敢讲台语。而且上重要是用各一个鼓励，敢若会当做一项上重要的代志，就是甲你讲你爸母的语言袂见效，毋免感觉见效，感觉歹势。毋是见效代。我即感觉讲，这是即马咱个国家语言即个立法上重要的代志。黄老师，你家己是算讲是台语家庭出身的吼，即马你当这时嘛是学校，你看会到教育现场在教台语，侪人讲即款爸母话伫厝内学就好啊吼。你伫家庭的环境内底，你看会到，你伫学校内底嘛看会到，即两种环境内底会教台语有啥物上重要的政策咧？比如讲，伫厝内台语是一个生活的台语。比如讲，你就像，其实含咱教英语是差不多的意思。比如讲，你若爸爸妈妈是讲英语的，你在厝教囡仔讲，你袂甲伊讨论什么学术啊，什么做严肃的问题，迄较少。所以你学校教的时阵，特别讲是伫阮高中教的时阵，会当用台语来讲一寡较深的代志，较深的专业。我感觉这是伫高中教台语一个真重要的意义。比如讲，我伫邦桥高中教册，我的学生大部分，因为因细汉的时阵，嘛有伫学校学，国校国小的时阵嘛伫学校学，迄当阵较早以前叫做乡土语言，就是比如讲阮邦桥拢是泉州腔的台语，现在囡仔嘛会晓听，毋过伊嘛是一个感觉讲讲台语较无水准。讲台语较无像英语遐尼，互人欣赏，所以呢，我感觉伫学校教育的方法就是，你爱鼓励一个环境，互囡仔感觉伊对语言无啥物偏见，无感觉讲即个是较高等的，即个是较低等的。我感觉即马伫社会环境，包括咱即马教育的环境，学校内面，若去讨论到这语言的教育，第一是真现实。比如讲，读英语读好以后，会当做较薪水较悬的头路，再来是国语，你会当去做主播啊，会当去搁较侪人去吸引别人。讲台语感觉较少人讲，较无较高尚，所以呢，咱的语言是有分等的，咱的语言是有分等的。毋过其实安尼是无健康的，嘛是无正常的。因为黄老师，你讲到这吼，拄好来讲，若是讲学华语，还是讲学英语，以后会当做主播，咱即马现场就是足明确的。你会晓讲台语，嘛是会当做主播。现场顺聪老师甲阿豪阿西伫遮，咱就知影，你即马会晓讲台语，实在是通风神的代志啦。咱来看吼，这个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内底。另外一部分是较静态的部分，头一项是这个语料的保存，都是透过访谈的方式来整合这个老大人时代所讲的语言，以及书典线顶的资源，用这来甲咱拍返去的事物扣倒转来。第二个是书写的系统，也就是讲咱的语言的能力分做4项嘛，会当听，会当讲，会当写。会当读，这个书面语的部分，就是你会晓读，嘛会当去写，就用，譬如讲，你看音乐录影带面顶歌词的字幕，即摆
用台语正字是一个潮流哦，过来是本土语言，你若是要伫电脑面顶吼来输入，这个输入法、开发输入法嘛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过来就是线顶的词典，即马咱的教育部有一个台湾闽南语的词典伫线顶啊，伊所推设咱即马讲教育部的正字以及台语的拼音的方案。嘛是即个线顶内底，过来是语言认证的问题，就是咱的语言能力，拄则所讲的迄种4种的能力吼，会当经过考试、经过认证来，互咱大家知影讲，哦，咱的语言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咱会当为什么方向去较努力吼。请教顺聪老师，你所做的代志，在写算讲是台语文的创作。事实上，用到医疗保存，嘛是用到书写的系统吼。你的经验来讲，这两个方面吼，你的经验是啥呢？这个国家若要用这300亿啊，吼来做这个代志啊，我感觉头一个上要紧的，就是医疗的保存啊。是。因为老辈啊，吼一个无去啊。是。啊，因的物件就是记伫伊的头壳甲伊的喙内底，啊，你也无量早较紧甲记录起来，录影。家己啦保存了，伊就无去啊。是，所以我感觉这个咱钱就是有时阵，这钱有时阵较着急，有时阵较慢。咱就第一项就是医疗保存。啊，不过讲到医疗保存，其实你去网络去面册，足侪人拢嚟做记录保存，我足骨力去写。这个差一个点，特殊语言是一个产品，你要就超级市场，要就百货公司。毋是你去种菜，菜种的了，吼，收洗落个去哩。你必须要经过啥物，足侪认证的。是。吼，所以我感觉这个医疗的保存，除了咱民间人士咧做，咱需要一个，譬如讲台语委员会，来有一个专业的这学术人员，甲收集了爱整理，因为有的是属音，有的是讲毋对去，整理起来，经过品质的认证了，去你这个正式的咱的无论台语委员会还是咱教育部。认证，咱这个医疗，也是讲这个菜靠到去你超级市场，甚至百货公司的超级市场。所以吼，医疗保存是像咱咧写的，像阮这作家写的落好，咱需要有一个官方的正式的单位，甲这个资料正确性，啊，这个伊的内容，伊各方面甲整理清楚了，讲吼，这是一个咱会当用的物件，啊，这有伊后壁拢有记录甲做好的。具体的经验来讲吼，咱咧做台语文工课的人，拢会去参考，譬如讲台日大词典，还是讲甘威廉牧师所编的《厦门新音词典》吼。你的经验内底，敢捌听到迄款老大人吼，直接讲你伫台日大词典内底才找到词语咧？比如讲，拄个阮细汉拢讲好奇嘛，好奇嘛。啊，我是讲咱的词典有讲好闲，敢有即种物件，它是好闲。我细汉自细汉，阮爸母、阮阿嬷嘛讲好奇啊。尾后有一摆去阮隔壁庄尔，有一个老阿公80-90岁啊，讲了讲好闲2字啊。伊绝对袂读过台日大词典，甲咱的教育部词典，伊就讲互你听。所以你也去做采集，迄个医疗采集吼，趣味点足侪，互你历练是安怎？因为你字册读到的，你词典读到的。尾啊，这个老大人，甚至是你家己的阿公阿嬷，就讲互你听。我讲这个医疗保存啊，吼，大家做伙来啦，而且吼，真正做着急的，真正做侪老大人无去啊。咱较紧甲这个词典各方面的医疗，较紧也扣好势，扣是无好势。是，啊，话说你伫家己咧学台语的过程中间吼，敢捌使用到这款国家的力量吼，为顶悬下资源来的这款的经验呢？有啦，迄当然嘛是有啦。教育部的词典即马讲，因为有下钱去编的嘛，编安尼编到尾也算是讲一个较完整的啦。当然你收到的数也算是少，啊，台日大词典啊，搁甘字典安尼，搁参像爱台语安尼过来配合，你数较会济啦。若无要是真侪物件伫内底查袂到。是。你讲国家的资源差不多，嘿啊。因为目前国家的资源做到安尼，也无够啦，也无够。是。啊，其实。台语的工课吼，即马行政院要做，啊，咱遮的算讲是较伫民间咧做遮的工课。你感觉讲政府的力量甲民间安怎来配合，才会做较顺势？
政府的力量甲民间安怎来配合？我一直拢想要强调一点，就是因为真侪人即马拢咧做一寡产品，譬如讲做网架啦，还是做册啦，还是做拢做内容。伊拢想讲我做一个趣味的内容，才互大家对台语有兴趣。我拢想要讲安尼一句话：兴趣无法度救一个语言，需要才能救一个语言。你对一个语言有兴趣，迄是无效的。像我一直记一个例，讲差不多3、5年前，规台湾的小学生拢咧唱一出戏，拢咧是惊啥？拢咧是惊日本迄出《鬼灭之刃》有无？迄出节已经变做一个现象啊！迄个规台湾真正就是规台每一个小学生拢有看过迄出戏。迄出戏唱到安尼，敢有任何一个小学生因为看迄出戏学到日本话？无嘛？咱搁用台语文搁较安怎做出趣味的内容？迄你无可能比日本人做物件较趣味。兴趣无法度救一个语言，需要才能救一个语言。人学到一个语言，一定是因为你需要这个语言，毋是因为你对这个语言有兴趣。所以我是认为讲，你若为政府的角度来出发，你用做比民间搁较济的代志，就是民间无法度，互别人需要一个语言，政府的力量才有法度，互人需要一个语言。咱即马你要做兵，你一定要讲北京话；你要选总统，你一定要讲北京话；你要考公务员，你要考先生，你一定要讲北京话。这就是政府的力量，互你去需要这个语言。咱即马爱做的代志是爱互北京话非必要化。甲即寡需要北京话的所在，甲伊扭出来，扭出来，互咱伫要做即个代志，咱爱需要咱的本土语言。这是我的想法。你若为政府的角度出来，这是干那政府才做会到的代志。你若问我讲，希望政府安怎来配合，我是希望安尼甲即寡较早需要北京话去做的代志扭出来，互咱需要本土语言才会用做的话代志。后摆要做兵，要做公务员，你要考法官，你要考先生，你一定要会晓讲咱的本土语言，这是需要，这毋是兴趣，安尼才有法度救一个语言。线顶慧晶老师，拄则阿法师讲，咱需要才有通去救一个语言吼。国家即摆咧做的代志，譬如讲国校内底、国中、高中有本土语言必修的课程吼，你伫第一现场一定看会到，总是侪家长会出来讲，我的囡仔伫学的物件，我完全拢看无，这因到底是咧学啥？你伫现场敢有经过这款的经验？是嘿，其实吼，每一个科目拢有伊的专业吼，爸爸妈妈袂使家己讲，我看无，迄就是毋对的吼，因为时代伫改变伫进步。比如讲，阮即马教历史内面有真侪，阮细汉时阵有捌读过台湾历史。你袂使讲安尼，你毋知影，就是无诶，就是无需要诶吼。这是头一个爱澄清诶问题。第二个就是我真赞同阿华西讲诶吼，就是你爱互一个互伊有一个出路。比如讲，咱即马讲吼，家长拢真好，拢真介意咱诶囡仔自细汉就甲送去补习班吼，补英语。伊是安怎？其实介侪家长袂晓讲英语，伊嘛毋知影英语是啥物货呢。毋过伊敢若知影有一个听讲，还是真正是咱社会嘛是即个风向，就是会晓讲英语会趁较侪钱。所以，迄个家长就是会感觉讲，安尼我的囡仔为着要将来有前途，就爱互伊较早投资，互伊讲英语。所以安尼比较下来，共款的时间内面，一工24点钟，我着要去学迄，我感觉以后趁较侪，以后较有路用的物件。所以阿华西拄则讲的，咱即马爱甲摕转来，都比如讲。咱用咱的母语，咱的台语，会当你嘛会当做共款的物件，你嘛是以后会当做真好的效路的时阵，迄家长就会感觉讲即个语言我有需要，即个语言我以后用会着，我会当好趁钱吼，这是真现实的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咱伫学校内面来讲，较比较来讲，学生啊、少年人较无遐现实，伊上重要是爱有好爱趣味、爱好耍。比如讲，阮即马教英语嘛是安尼哦。英语真侪教英语的老师嘛头疼，讲英语就遮尔就重要。毋过有的囡仔感觉伊无兴趣，因为伊个阿妈无好耍。英语伫高中已经教足困难的啊。毋过咱即马用台语，抑阁用真正方法，比如讲华西讲的，迄我细汉我即个的人，阮细汉时阵日语是袂使出现的。阮是安那家己去学日语咧，因为要看漫画，要看漫画，嘿，所以阮就家己去学。吼，即摆囡仔，咱会当有一个本土语言的漫画，做好看的。咱的囡仔嘛，因为要安尼，要看会捌，伊嘛会去学即个咱的本土语言。所以
即款文化创作的物件，假是要看、要学、要望给个人安尼，家己去拼命，家己去学、去练习，是较困难的。所以国家若有较侪经费、钱甲投落去，而且咱本地内都是有真侪像阿华西安尼，家己一个足用心发愿落去做遮个代志的时阵，咱国家应该甲伊的经费、资源补助像阿华西即款有认真的少年人的身躯顶头，互因做的物件会当较轻松，吼，唔免家己用着爱搁去卖爆米芳吼，才会当去四界去用伊家己的生活吼。所以我感觉咱会当政府会当去发掘本地都这10-20年来都有真侪像阿华西安尼少年人做歌啦，吼去做教材啦，吼做啥物文化创作的少年人，咱都爱甲鼓励起来。嘿，我感觉这是头一项政府一定爱做的代志。咱这300亿吼，爱开了足有目的的，爱开甲足有价值的安尼嘿。是阿华西，你伫咱中间煞变做少年人啦。你拄则所讲的少年人，你拄则所讲的，甲黄老师所讲的，其实会当结合起来吼。你讲需要才会当去救一个语言，毋过黄老师嘛想讲到兴趣，听起来。实在是爱正做一个语言的经济，就是即个经济内底，大家有需要会去想要去学，当这时迄个兴趣的物件会正做一个动机吼。这2项算讲是会当结合起来，你感觉安怎啦？这个兴趣佮需要当中的差别，顶礼拜我有互另外一个杂志访问到时，我有甲提出来讲，就是兴趣这个物件是放伫你父母已经会晓讲，嘛家囡仔教会晓讲啊，了后。囡仔伫一个多语的环境当中，伊敢有愿意甲即个已经会晓父母的提出来讲，这是兴趣的作用。毋过兴趣无法度，互原本袂晓讲的人变做会晓讲，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互原本袂晓讲的人变做会晓讲，这是需要即个语言才做会到的代志。那我举一个，就是我迄个访问是甲迄个拍摄少年同齐访问到的。拍摄少年就讲哦，参与一寡歌，也是讲其中一个团员呐，单伯是迄个记者咧，讲因老爸爱听迄个黑人唱迄个 rap， 伊就怎因为安尼学到一寡英语。这时我就甲伊说明一点，就是讲，咱今仔日是咧讨论一个语言的传承，咱毋是讲有学到一撮仔就好啊。若无你讲我看日本的，我有学到伊在盐的安尼我敢算是会讲日本话？安尼袂用准算嘛，对毋？所以咱一定爱甲一条线爱直接爱掠出来。比如讲，咱一个语言为悬坎到下坎吼，咱即摆讲 A1、A2、B1、B2、C1、C2 哦，上悬就做主部，咱咧学到 C2 对无？啊，毋过一般的母语人差不多有伫C1这个阶段。啊，像以客语来讲，你差不多会晓讲10万啊，太教好，你考 A1 你就考会过啊。问题你这个 A1 的客语的程度，敢有法度互你教出一个会晓讲客囝？无可能嘛！咱就这条线一定要甲掠足分明的掠出来讲，你学一个语言学到什么款的坎站，你才有法度教出一个讲迄个语言的囝。这条线以下的拢无效，这条线以下的拢无效，迄条线差不多伫倒位？以我个人的经验啦，个身躯边一寡母语共学团的阿母，因的经验差不多，以台语来讲，你的学台语上无你要学到 B1。你才有可能教出一个讲台语的囝。意思就是讲，教育部认证的 B1，差不多这个感觉，差不多这个感觉。意思就是讲，你若因为看电视，还是讲看册，还是讲听歌，学到一撮撮台语，你学到 A1、A2，迄拢是无效的，拢是无效的，拢无准算的。因为这个语言的这个语言的程度，你伫 A1 甲 A2 无可能互你教出一个晓讲台语的囝。安尼对台语的传承来讲，你就是一个无效的学习。是。吼，所以咱这个社会一定爱使用一寡政策，互咱的人民需要台语，才有法度互人民去学台语，学到 B1 以上的坎站。你若是干那靠兴趣的，拢无可能互你学到 B1 以上。亲像拍摄少年迄个，因老爸，我就问伊讲，安尼恁老爸听英语歌，敢会互伊甲英语学到 B1 以上，通我来教你这个囝？啊，头海无啊。所以，因为咱即摆是咧讨论语言的传承，毋是咧生趣味，咱就一定要甲这条线掠出来。兴趣无法度互人学语言学到超过 B1，无法度互人学一个语言学到通好用来教囝。哦，若兴趣是亲像安尼，亲像阮到即摆都在讨论这个兴趣，因为阮马鲁克自细汉伊台英双语，毋过伊即摆无啥愿意开喙唱台语歌。因为英语歌伤趣味啊！伊看每一出漫画拢是英语的 ，Paw Patrol、Peppa Pig， 啊，搁什么最近看什么 Octonauts， 拢是英语遐尔趣味。伊逐工咧看的消遣伊的娱乐，拢总是英语的。对迄个主题歌，伊就对咧唱啊，迄个什么 Robocar Polly， 伊即摆无愿意开喙唱台语歌。这是兴趣的作用，兴趣就是你互一个已经会晓讲台语，毋过伊是
双语甚至是多语的囡仔，你要互伊安怎愿意开喙使用这个语言，这是兴趣的作用。咱若即摆要提倡一寡趣味的台语的内容，对马路靠这款囡仔伊就会帮赞。你若是互所有的放假入来到台湾，拢一切所有的放假拢有台语的配音，安尼这个囡仔伊看到到题，伊就会愿意开喙讲台语，伊就会愿意开喙唱台语歌。兴趣是摕来安尼用的，兴趣无法度互一个袂晓讲台语的囡仔学着台语，不过兴趣会用咧，互一个已经会晓讲台语的囡仔愿意开喙讲较侪的台语，就是安尼。拄则阿华师讲到这个英语的问题吼，政府当这时嘛是在推动这个双语的政策。互侪人批评，咱大先生来看报道。因为台湾南岛语言的区域性最高，基比的差别最大。那语言差别越大，表示讲这些语言的人在这里住的时间最久。强调台湾被国际认定是南岛语言的起源地，在咧地理、文化甲语言有绝对的多元性甲历史价值。台湾南岛语言研究之父李仁贵教授，烦恼2030年政府要设双语国家，会致使承载文化甲历史的语言流失了更较紧。这是咱的真重要的文化财，那消失掉了，咱台湾是已经是无什么特色。除了南岛语言，去互 UNESCO 联合国国科文组织定做是濒危语言第3级的台语，也同款面临短暂的危机。台湾语文学会甲语言传播相关的学者，希望国家收回双语国家政策，该以多语台湾、英语优先为目标。其实国发会的主事者他是不太了解语言政策的。520之后，我们文化部长换人了，好，那5月28号呢，苏院长就把这个东西退回文化部。那文化部从此以后就假装没这件事哈，所以我们现在并没有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这件事，相反的，我们有了一个很奇怪的中心，叫双语国家政策研究中心。要成立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单位哈，来统筹哈，来规划咱规个台湾的国家的语言的政策，哈经费呢哈，嘛要做一个整体的分配。过去台湾语言政策的错误，致使语言断根。民间团体希望政府这届赶紧回头，唔好搁再糊涂，简单注重英语，颠倒好无语路愈行愈退步。刚这个时阵也要求政府着爱紧甲双语国家发展中心设置条例草案，提登去行政院，甲国家语言发展中心的设置草案列入去研究。记者阿敏金曾派文台北报道。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即马咱咧推动国家语言的政策，伊的这个母法就是国家语言发展法。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事实上1983年开始吼，教育部就会想要立一个语言法。教育部迄阵的语言法草案吼，去用退回啦。这是一个黑历史，因为迄阵你想看觅，1983年定一个语言法草案，咱的台湾的官方语言是啥？迄阵一定是讲华语嘛，事实上，即马咱台湾无一个官方语言，因为咱台湾是一个多语的国家，这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吼，互双语国家这个政策，互人真戆领，因为咱都无一个官方语言，无第一个语言，迄第二个语言竟然是英语，安尼足奇怪。咱先来请教线顶黄老师吼，顶个月伫花莲发生一个代志，就是去考。算讲是华语老师这个考试吼，煞需要考英语，因为因讲为着这个英语教学来做准备啦。竟然是要用英语教华语吗？咱来请教黄老师吼，伫教学的现场，你敢有赞成讲这款双语教学的政策咧？其实吼，咱有一个大学有一个科系叫做华语文教学。吼，就是要教，毋是讲华语为第一，为父母语的人吼，讲华语，伊就爱有伊就爱会晓迄落伊要教的人迄款的母语，比如讲，伊爱用英语教华语啦，就是安尼意思。所以我来讲，即摆爱问的是，伊是要考倒一款的老师？大家袂使讲，我要考一个华语的老师，我一定袂使考伊英文哦。我感觉这上过目光上过长册短册啦吼 ，OK， 所以我感觉这是第一爱讲个清楚，要教啥物货吼，因为语言的教育吼，语言的教育其实有真侪专业，看你要教啥物人，你就爱先了解迄个人的
学习的方向，啊，伊的成长的环境。比如讲，我即款的，我细汉的时阵，我甲国校的时阵，国小的时阵，才开始学华语。啊，毋过我的老师是完全毋知影台湾大部分的学生啊，伊伫厝内讲啥物语言的，所以伊对我来讲，伊教我的华语，伊教了足认真，我听咧，我学了足困难的。你知影我的意思无？所以吼，我感觉这语言的教育、语言的教育，其实有一个专业的吼，这是一项代志。第二呢，我嘛是爱讲吼，咱即马我这个叫做双语国家啊，要双语要用华语甲英语，其实嘛是来为即个，咱感觉语言是有3、6、9点即款的感觉来的，嘛是感觉英语因为可以当趁钱，会当较含咱认为高级的国家接受，所以咱就爱加学英语，啊，然后就是华语，才是台语，这拢是真长的时间戒严咧50、60年来，所以咱互建立的即款，互教育教出来即款无正常的看袂起家己的即款习惯，所以我感觉即马咱国家国家语言教育发展法开始了后，咱开始知影国家语言甲国语是两款完全无同款的代志。是。国语是政府压迫、强迫你一定爱讲的。国家语言是咱真正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多元的文化内面，真正生活内面，真正发生的，咱就是有讲爱使用遮尔侪款语言的现况，咱才定转来，咱才来好好啊讨论讲，遮语言头一个安怎复制，有诶像台语、像客语、像闽东语，已经互大家即马会晓讲的人足少的啊。啊，即安怎甲捡倒来，这是头一件代志。第二件代志，才会当像阿华西拄则讲的，甲传落去，好会真正会晓讲甲足好，会当教人，会当创造，会当甲文化展出来迄款的程度。第三种才有发展的方向。有咱无一定本事的人，拢爱会晓讲台语，拢爱去做台语教师，毋是安尼。啊，毋过我日常会当和人讨论代志，讨论严肃的代志，我嘛会当用讲甲少练长的，这是叫做发展，吼，这是真正的发展。即摆咱来讲起来英语咧，英语伫台湾要安怎发展？老师，请稍等者吼，顺聪老师，咱若是讲到黄老师拄则所讲的问题吼。感觉英语的效益较悬吼，会亲像正大何万顺教授所讲的，会看袂起家己的语言，啊，大家反对这个双语政策的人，嘛是咧烦恼讲，英语的教育会甲这个台语本土语言教育的这个资源食掉，在你看是安怎？这若是就行政方面，若是资源方面，真正是去互客去边啊啦。不过咱就民间实际来讲啊，吼，你无推这个政策，所有的家长拢开做侪一日补英语啦。啊，当然，这原因是足侪啊。不过，大家会当去想一个较趣味的代志，徛出来去反对这个双语政策、英语甲华语这政策的，徛上头前上大声的拢是英文系教授。你有想过无？因拢是英文的专业无？是。嘿，啊，包含其他，你有发现讲，比如咱台湾派的，也是讲华语的，伊当然足侪拢是反对，不过。上倒段的其实拢是英文系教授，为什么？因上了解这个语言，上了解英语这个语言，所以吼，这可能是一个足大的问题。是。不过啊吼，你看这个反对的人拢是英文系教授，大家到时来去想看卖者，安尼敢对？哦，安尼敢对？因为咱学英语有一个想要创啥的问题嘛。对啊，这英语是，我感觉就是。甲咱台语文语言啊吼，就是共款嘛。你是一个有路用的、有市草的，还是有一个兴趣的。是。啊，毋过佫有一个部分，就是伊是一个名牌，嘿啊。伊这个物件，伊离这个市草方面，甲一个规个时势方面，伊若是当咧穿的时阵，伊又变做一个 icon， 变做名牌。啊，大家就去用，因为伊会较哇，我会赚做侪钱，做出路国际化。互我人生就发大财，吼，就出运啊，即种的。啊，既然大家拢家己会想要去学啊，政府敢就需要搁下资源去推广英语？这当然，这问题是足侪，毋过就是政府的政策啊，吼，就是因为真正是，足侪人可能想买这个物件，因为咱要国际化，咱主要就是咱的产品足侪拢袂去国外啊。是。
去国外，所以咱需要做者英文人才甲伊记者吧，还是卖出去。啊，毋过我会想分做两方面，你要沟通、要沟通、要讲话的时阵，毋免学到足悬的。啊，我的建议是，咱爱训练一批真正英语足好的人，因为你也要甲人国际要讲生理，你英语无够一个坎站，是只法律的物件，你无效，你学较济拢无效，一定要到一个坎站。就咱阿华西头早讲的，你台语的 B2、B1、B2。以上较有可能佫传承落去，所以我感觉分两个战处，一个是一般的人吼，可能沟通开讲落来，一种是英文正港的专业，这都毋是讲生笑，这真正是正港的专业，会当去国际，也是你生理场，也是咱的规个国际这外交的现场，甲人请拼。这都无需要大家人拢会晓。我感觉毋免大家拢会晓啊，咱华语就无讲啊。我中文系我中文系读到硕士，佫。可能甲安尼尔，毋免逐个拢读到中文时事，就一般咱会晓讲，台语会当讲，华语会讲，英语会沟通就好啊啦。阿华西，你算讲是咱即阵人内底上特殊的，你是三声道吼。对你来讲，学台语甲学英语，包括你甲你的这个细汉囡仔吼，伫做的代志拢是学台语甲学英语是同齐，你是安怎做？阮兜是安怎做？就是自细汉我干那感觉都靠讲英语，啊，阮某干那甲伊讲台语，伊自然就变做一个双语的囡仔。伊知影看到阮某就是讲台语，啊，看到我就是讲英语。啊，以一个政策来讲啦，即摆双语政策我感觉伊方向是对的，毋过伊力头爱个扎一个，就是以我个人基本的态度就是，以台湾目前的状况来讲，任何用你减轻华语的重要性的政策，拢是好的政策。哦，我的态度是安尼，所以简单讲就是安尼两句话：华英双语我反对，无英双语我支持。但是政府若愿意出来讲，明白讲，这个双语政策内底双语无包括华语，这个政策我都会支持。这个政策我都会支持。哦，因为我心目中未来理想的台湾是一个台湾人听习近平讲话需要翻译。安尼的台湾，台湾人根本听无北京话的台湾。啊，伫即个世界当中，你一定爱面对着一个问题，就是安尼咱台湾人上高等的知识要去倒去学。你今仔日台湾人想要读工程，想要读铁学，想要读科学，所以上高等的知识你要去倒去学。因为这知识太宽咧，伫这知识宇宙当中，你这大学要用什么语言来教册？那当然你有一个选择，讲好，咱即马学日本人，还是学中国人，因想要甲全世界的知识拢翻译做因家己的语言。吼，因迄是因为因人有够济，毋过咱台湾2000万人，也算是无细阵的一群人啦。毋过咱敢有遐济资源、遐济人用你甲全世界知识拢翻译做台文，互咱伫大学内底用这语言来教册。吼，当然这是一条路，毋过伊成本真悬。另外一条路就是咱大学完全100%使用英语教学，你无需要搁翻译，毋过就是你爱学英语。吼，因为我未来理想的世界是安尼一个完全无中文，台湾囡仔无需要透过中文去学着知识，台湾囡仔无需要透过中文去熟悉这个世界。安尼，伫这个世界当中，咱一定爱来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英语闪袂过，你无可能闪过英语。吼，啊，伫这个世界当中，任何会能减轻目前台湾人对中文、对北京话依赖，拢是好的政策。是，但是吼，咱无希望讲到你所设想的迄个时代，永远是习近平啦吼。啊，过来是咱学本土语言，不管是台语还是讲客语、原住民语，拢爱拄着一个学习罗马字的过程吼。在你来看，咱大家人若去学习罗马字，对这个列丁化的文字吼，有这个较熟手了后，敢会当减轻咱人咱台湾人对这个汉字文化的这款的依赖咧？而且我咧想一个问题啦，就是因为马鲁克甲当也无拄着，吼，马鲁克甲当也无拄着，毋过因若拄着一个少年辈的原住民，伊要安怎甲因讲话？因为马鲁克伊台英双语，毋过少年辈的原住民伊范式会晓讲因家己的族语，比如讲本土，毋过另外一个语言伊应该就是干那会晓讲北京话。啊，因若是拄着一个少年辈的原住民，因互相看对方拢是100%的外国人，原住民听无台语，英语嘛无啥会晓。吼啊，马鲁克听无因的族语，嘛袂晓，嘛听无北京话。这两个人互相是100%的外国人，这情形就真解叫。毋过后尾啊，我的想法变做是安尼，中华民国是安那英语教育创甲，互你一个原住民伫中华民国教育系统内底读9档、读12档读出来，你无法度甲阮囝一个台英双语的囡仔沟通。我其实嘛是真，毋是讲期待，毋过若有即款的世界嘛袂歹，就是台湾人甲原住民沟通是讲英语的，台湾人甲中国人沟通嘛是讲英语的，互英语变做咱岛内啊个面对中国的共通语言，我感觉这是一个嘛袂歹的世界。因为咱若是甲即马
岛内台湾人客人甲原住民当中，这三个族群互相的共同语言，拢限制讲一定就是中文，一定就是中国语。安尼，这个前提之下，咱台湾无法度变作是一个唔是中国的国家。总是伫你设想的迄个世界内底，若讲咱亲像即摆咱现处时的状况，大家沟通会当用华语，华语变做一个上高层的语言。你拄则所讲的迄款的，都是马鲁克加一个原住民的少年吼，若是用英语会当来交谈，英语敢袂伫迄个世界成做一个上高层的语言，去压迫到其他的语言？有可能啊，这就是我拄则讲方向是对的，毋过爱扎迄个力头爱搁扎一个，这个意思就是你塞英语的讲这个时阵，你敢有提出平大的一个力头来甲本土语言嘛搁塞起去？就是你爱。对我来讲，你要互我相信这个政策，你要互我证明，你要先甲我证明讲，政府你要甲我说明讲，我来塞本土语，这个力头并无比我塞英语的力头搁较细。是。嘿，若是做到这，而且这毋是干那看这300亿尔，是爱你要甲即马线顶已经有咧教英语的先生，因摕着我的薪水嘛拢算入去。规个国家来讲，若是即摆的经费，而且是所有的经费拢总夹做伙算了后，政府摕来塞台语的这个经费，敢有比塞英语的经费抑搁较济？啊，若是有。这个政策我都会支持，就是全台湾来讲，若是教台语的师资，伊摕到总薪水，甲所有教英语的师资，伊摕到总薪水是两地，上无爱平大，就准讲台语无较大地啦。这两地饼上无爱平大地，做甲即坎的，我就会支持这个双语政策。是。阿华西若安尼讲，咱来请教顺聪老师吼。虽讲阿华西理念真好，总是咱台湾真正有讲华语的族群。虽望咱即摆知影讲华语足强势，事实上毋免搁用下资源落去推塞啊。在你看是安怎？我是感觉就是语言都袂输一个卖物件共款啊。我感觉这上重要。对我来讲啦，讲遮济啊吼，我感觉就台语本身你嘛是文本，甲你物件要有够好，有够济，袂输你伫百货公司共款啊。这物件就价。你英语即马就是上死行，吼量上济，啊华语当然嘛是。啊，咱讲遮济啊，吼，咱台语也无较济较好的产品、较水的物件、较实价的物件。啊，你讲较济嘛无效，你无啦，你家己的作品都是真水的。对啊，无够济啊！我希望讲有一天我毋免来这个节目，足济水姑娘啊，吼，足济做少年的人，伊讲的比我较好，创作比我较水，而且甲咱主持人吼，而且讲啊足欢喜的，台语够水够好。搁做一作品的，这较是对的啊！嘿，我感觉毋是咱几个人伫遮讲，咱是可能20%无够，甚至5%尔。啊，咱在面对这80%甚至95%，我感觉这较是较要紧的。重点是你的物件要够好，你我都甲你的物件去你百货公司的物件，大家拢烧这来买，像猫咪手机共款，像猫咪在做事件技能够共款。我感觉这是我感觉我。这个时段，我感觉认为上应该爱做的。是，就是你毋茫讲，最后大家台语、台文摕出来的产品是真水真高级。对，你摕起来就讲比百货公司去哩，大陆要买你这项啊，这较有效啊。无你广播政府补助遐济钱，根本你买送去恁兜，啊对我顺从你有想过无？这毋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呢？对哦，所以就是人因厝的兄的教授是咱出的钱呢。对啊，你当这人神拢咧卖菜头粿，因遐兄的教授是咱出的钱，啊，咱咧兄的教授拢互因抽去，咱无教授，咱吹出来菜头粿要安怎比人？所以人就已经拨一个经费来啊，所以咱就是爱好法把握这300亿。即摆我感觉较实在的啦，嘿啦。你若是卖用雅俗的比如吼。用较具体的讲法，讲互观众朋友听，你所要就是少年人上惯势使用的语言。你若无互少年人有法度伫这个环境大汉，有一间全台语的学校互伊读，互伊伫这个学校内底学着安怎用台语来去做世间所有的代志。这就是咱的茶会，这就是咱的家事。这款少年家出来，就是咱的能量，未来的创作拢需要靠这人来去做。毋过台湾有78%应该是讲台语的少年家，即马拢互华语规碗捧去啊！哦，咱的囡仔互偷抱去，咱的茶会捡好好拍打打，互人捡去兄茶。就咱的物件，咱的资源拢互偷摕去，安尼因即边，因迄边即马做出比咱好食的菜头粿，用的是咱兜的资源，用的是咱台湾囡仔应该爱伫咱遮发展，毋过煞互因偷抱去的囡仔做出来的作品，这毋是一个公平的竞争。是，这个上尾我就讲一个俗语啦，也着吹，也着卖。伊可就是讲
人怀疑讲有红菜头，啊嘛有锤啊来讲。我感觉这是两方面拢爱来，你若干那用锤啊，其实是无效的。你嘛要卖互伊食饱啊，这是多方面咧进行的啊。所以这个我希望啦，就是可能即摆是无公平，毋过啊吼，这会当愈溜愈活，大家同齐来拍拼。 嘿，互你的这个糜愈来愈好食，大家拢要啉这个糜，毋免用锤啊嚟讲。我感觉这是咱语言正常，咱国家正常，也是讲咱规个社会文化正常，安尼是较好的。是，毋过若是照安尼现状落去，慢慢啊发展，敢袂有迄款永远都袂平等的状况来发生？就尽量拼啊！这个你睇下知100当前，你睇下知英语会变做安尼，对吧？啊，你100当前，咱他会知台语是安尼。 哦，咱未来完全无法度料算。你睇下，知影有这 COVID-19 2当前，欢欢喜喜要去日本佚佗哇，拄着这，你永远是料想袂到，所以咱就是甲咱会当做的，尽量来做啦。是，未来咱是袂料算到啦。是，台湾新眼界啊，感谢线顶的来宾，现场的来宾，咱后礼拜再会。好来。